上個星期忙咗成個星期，阿 Macy 話今日再去打字村補翻啲貨就 OK 啦。咁我見中午冇飯食啊，帶阿老婆嚟出國旅遊啦。出國食飯咁浪漫啊！我而家咧就喺匈牙利最西邊嘅城市，佢係緊鄰奧地利嘅，離奧地利嘅首都維也納咧只係50公里左右。蕭普朗呢地方咧雖然係細，人又少，但係佢歷史好悠久嘅，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期。我哋而家睇到啲路啊、城牆啊，都係古羅馬時期留落嚟嘅。過千年嘅地板保養成咁，算係咁噶啦。不過 Macy 着對 Jimmy Choo 嚟有少少高估自己咯。睇下佢會唔會棘喺度先。陣間攝嗰隻爭喺度啊，笑死我啦！我以為你仆咗喺度添，冇事啊，冇仆街啊！邊有咁易啊？嗱，呢個地方咧以前就奧匈帝國嘅，自從一戰奧匈帝國解體之後啦，本來呢度咧劃分奧地利嘅布爾根蘭州嘅，後尾佢哋全體居民啊舉行公投，喺1921年正式脫離奧地利加入匈牙利。咁喺1989年呢，又係呢個城市打開咗佢哋嘅邊境，等大量嘅東歐人可以從呢度湧入去奧地利，從而進入西歐內部，最終拱冧柏林牆。佢哋喺1921年全民公投翻去匈牙利嗰陣時咧，曾經頒咗一個最忠誠城市獎俾佢哋嘅。後尾1989年佢哋又打翻開嘅後欄俾人過。真係啪啪聲咁打面啊！最忠誠嘅人捅最深嗰一刀。嗱，你如果對呢啲古建築有興趣呢，嚟呢個小鎮睇係最好噶啦。佢呢度嘅石板路同埋城牆都上千年嘅。而家我前面望到啲屋呢，揦埋都300-400年噶啦。點解佢會咁多年都冇乜點發展啊？以前古代就交通唔方便啦，佢呢個地方比較隔涉。嚟到現代，佢喺一戰之後跟咗匈牙利之後啦。咁匈牙利可以講話命運多謀，一戰又打輸，二戰又打輸，後尾跟咗蘇聯幾廿年啊，越跟越窮。嗱，我前面呢棟樓呢係1777年起噶啦。奧地利雖然係發達國家啦，佢度行都行到過奧地利噶啦。離奧地利嘅首都維也納亦都係50零公里，但係佢係屬於匈牙利。佢呢度離匈牙利嘅首都布達佩斯仲有成200-300公里。匈牙利直接發展到而家啦，都係歐盟倒數第2、第3窮嘅國家嚟㗎。即係以我嘅理解係應該都顧唔到咁遠啦。你可以理解成為一個上帝遺忘咗個山卡拉啦。嗱，我前面呢棟樓咧係1774年起嘅，帶你行入去睇下裏邊係點㗎嚇。咁多年嘅建築物裏邊，可能好多阿飄啊，可能連啲阿飄都投胎咗幾代啊！我哋睇到佢呢度其實仲係民居嚟㗎，正正常常有人住嗰種啊，差唔多300年嘅樓算係乾淨企理㗎啦。清朝咸豐年間有啲咁嘅樓算係好靚㗎啦。不過呢200-300年間一定經過無數次翻修㗎啦，但係佢嘅主體結構係冇變過㗎。但係你嚟睇一個幾百年嘅民居啊，同你行上一間呢度隨處可見啲200-300年嘅民居。哇！突然間有條鬼佬行出嚟都唔知係真鬼定假鬼啊！好彩係日光日白咋，夜晚黑你真係請我嚟都唔拍啊！上到嚟見到啲樓梯間啲採光都好好。民居我唔影咁多啦，畢竟仲係私人地方。我哋行翻嚟睇古城牆啊！你睇下我哋喺 Macy 行到嗰隻高踭鞋，我真係好驚應該要孭佢出去啊！過千年嘅城牆加石板路，街上又冇人，風和日麗，陽光普照，配翻隻歌真係好似好浪漫咁啊！行翻出嚟中心廣場，大家可以見到啲景色真係好靚嘅。嗱，呢度係歐洲最值得去嘅30個小鎮之一嚟㗎，影相出嚟其實好靚㗎。係啦，嗱，企喺度幫你影張靚相，呢度。